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3月30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1篇第1节到第4节，15节到16节。耶利米哀歌第3章第1节到第9节，19节到24节。彼得前书第4章第1节到第8节。约翰福音19章38节到4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改变。这一天伫受难日的过一天，过活节的前一日，就是因为拢伫迄个安息日的中间，所以好若亲像什么代志拢无发生，一切拢是真恬静啦吼。但是事实上，这一天是耶稣基督一个生命大转变的时刻。因为看袂到伫坟墓内底发生的一件事，对死搁活的先决条件就是死亡。一切的改变，拢是对这个死亡的开始。约翰福音19章38节到42节的经文记载着耶稣基督死亡埋葬的事。经文安尼讲，耶稣会安葬。这个代志了后，有一个阿里马太的约瑟来要求彼拉多准伊去收耶稣的遗体。伊因为惊犹太教当局，所以秘密做耶稣的门徒。彼拉多允准，约瑟就去收耶稣的遗体。佮以前捌伫暗时去见耶稣迄个尼哥底母，嘛带30公斤的物液掺沉香的香料来。因两个人将耶稣的遗体收落来，照犹太人安葬的惯例来抹香料，佮用幼地布甲伊包扎。耶稣顶十字架的所在附近有一区园。原来有一个也毋捌撞过人的新墓，因为迄日是拜五，是犹太人的避难日，墓阁无远，因就甲耶稣安葬伫遐。亲像耶稣基督伫克西马尼园的祈祷，甲咱讲着。上帝的旨意就是要爱耶稣基督来行这条路，来赢过阴间的权势，来改变世界。亲像耶利米哀歌3章第1节到第9节，19节到24节也讲着刑罚、悔改、望。伊讲我互上主受去的管刑罚。受尽苦痛，伊赶我入去黑暗，四面无光。伊搁再一个落手拍我，规日无停。伊互我消散落魄，伊压制我一骨头，伊用悲惨包围我，用苦楚攻击我。伊互我住伫黑暗中，亲像已经死真久的人。伊用枪围围困我。互我袂当逃脱，伊用真重的重链甲我绑地，我哀求呼叫，伊毋听我的祈祷，伊用拍过的大石挡我的路，互我的路坎坷弯曲，回想我的痛苦甲流浪，亲像伫食苦菜、啉苦酒。佮想起这的事，我的心震动郁卒。毋过当我想起一件事，就佮有望。上主的慈爱永远存在，伊的怜悯永远袂决断。逐早起换新，你的信实广大，我的心讲，上主是我一切福气的源头，所以我要望听候伊。但是上帝的改变，就是对这种的境况、这种的苦楚开始改变的。
并且将伊的救恩赏赐予所有相信并且接受的人。彼得前书第4章第1节到第8节，经文彼得安尼讲：这个改变的生活，基督既然伫肉体受苦，嘛着用同款的心志来装备家己，因为伫肉体受苦是甲罪恶断绝关系。安尼伫世间所剩的日子就无搁照人的情欲，是照上帝的旨意来得活。恁有浪费光阴做过未信的人所爱做的事，有淫乱，有色欲，有酒醉，有宴乐，大食大啉，甲可恶的偶像崇拜等等，已经到遐啦。因看见恁无搁甲因过着放荡无准则的生活，就奇怪煞甲恁诽谤。因着对得要审判活人甲死人的上帝交笑，为着这个因果福音甚至嘛有传予死去的人，互因的肉体虽然着照一般的人的款受审判，毋过因的灵会当照上帝的款式来活。万有的终结棍啊，所以着谨慎守纪，通警醒祈祷。上要紧的是着热切三听，因为听会惹堪真济的罪过。因为着救恩，耶稣基督的学生基督徒就应该爱被改变，开始一个彼此真诚三听，会当来消除罪过的生命，一个完完全全互基督的救恩所改变的生命。诗篇31篇第1节到第4节，15节到第16节，信靠的祈祷。上主啊，我靠你做我的保护，求你互我永远袂失败见效。你是公义的上帝，求你解救我，求你按耳空听我，赶紧来救我，做我坚固的石盘，做堡垒拯救我。你是我的山岩，是我的堡垒。求你照你的名领导我，引带我。人伫暗中设罗网要网我，求你救我脱离，因为你是我的堡垒。我一生伫你的手中，求你救我脱离对敌的手甲捆绑我的人。求你用你的面光照你的仆人，照你的慈爱来拯救我。感谢耶稣基督为着拯救世间的人，谦卑到底，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，成就一个生命改变的恩典。求主你帮助阮活出一个生命改变的见证。感谢基督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